歡迎嚟到微保樂視頻，今集嚟到呢個日式焦和焦糖燒布丁。首先準備呢個細砂糖、水布丁、牛奶、蛋黃、細砂糖、香草精同埋鹽。首先呢，就熬製焦糖喺小鍋入邊，加入細砂糖同埋水，輕輕混合。中小火加熱，直到糖完全溶解並變為金黃色，注意唔好攪拌，可以輕輕搖動鍋子，一旦顏色變深且呈現出香味，立即倒入烤杯中，送出均勻塗抹底部。跟住呢，喺鍋入邊加入熱牛奶，唔好煮沸，直到呢牛奶微微發熱。咁喺大碗入邊呢，加一啲蛋黃同埋細砂糖混合，用打蛋器攪拌至顏色變淺，並且稍微濃調。將溫熱嘅牛奶慢慢倒入蛋黃混合物中，邊倒邊攪拌，確保蛋黃不會被燙熟。又可以加入香草精同埋鹽攪拌均勻。使用細式將混合嘅布丁液過濾，去除可能嘅雜質。將布丁液輕輕倒入已塗有焦糖嘅烤杯中，盡量不要產生氣泡。喺烤盤中倒入熱水，水深約達到布丁模具嘅一半高度，預熱烤箱至160度，然後將烤盤同埋布丁模具放入烤箱中，按烤約40到50分鐘，或者直到布丁中心完全凝固。將烤好嘅布丁取出，冷卻至室溫，然後放入冰箱冷藏至少2小時。食用之前可以用刀沿喺杯邊畫一圈，幫助布丁脫膜，然後將其翻轉喺盤上，淋上焦糖醬。日式焦和焦糖烤布丁完成，可以配搭一些鮮奶油或者水果一同享用，口感滑順，甜而不膩，適合各種場合。大家